看四周的人叢，是我心的觸碰。呢度係上環嘅太平山街，就咁聽個名呢，你一定以為呢帶非常之太平啦。你點都估唔到，原來喺100幾年前呢一帶啊，曾經發生過一啲好恐怖嘅事啊！喺1894年到1922年間，香港曾經爆發鼠疫，死咗2萬幾人，佔嗰段期間平均人口嘅5%。由於當時太平山街一帶人口稠密，所以成為疫症嘅重災區。呢場瘟疫令到香港實施大規模嘅清潔運動，俗稱洗太平地。政府將裝滿消毒藥水嘅大水缸放喺街道，市民將屋企嘅家私、床板攞晒出嚟浸，目的係要消滅傳播鼠疫嘅木蝨。